各位錶迷你哋好啊！見到盤上面有兩隻手錶啦，再加一個盒，應該咧盒入邊都係一隻錶嘅，要開箱啊嘛，即係總共有3隻錶，都係咧最新推出 Seiko 啊嘅 Presage 系列嚟嘅。咁啊呢一隻咧就 Presage Classic 嘅系列嚟嘅，咁啊有個好靚嘅藍面啦，其實啊大有學問㗎。咁呢隻錶咧原來就用咗一個叫做日本藍啊嘅特別顏色啊，同埋咧都有啲好特別嘅紋理啦。咁而家咧度一度先，40mm 錶徑，厚度大概係14-15mm 啦，包括好拱嘅藍寶石水晶鏡啦。錶耳去錶耳就45-46mm 左右嘅。咁原來咧呢一個日本藍咧就係廣泛用喺布料啊、服飾嘅顏色上面啦，同埋咧象徵住典雅同埋恆久之美啊，好有意思啊！之前咧咪介紹過江戶指面啊嘅 Speed Timer 嘅，原來除咗江戶指，仲有日本藍嘅，咁啊亦都有蝴蝶扣啦、雙按鈕、3日鏈嘅機芯嚟嘅，就係6R55嘅機芯，72小時動力儲備。同埋咧就係有100米嘅防水性能啊，即係有藍寶石水晶鏡啦，100米防水啦，即係仲有日曆槍，平日用非常之方便，亦都俾一個 reference number 大家睇一睇啦。咁啊，除咗咧左手邊呢個版本之外咧，仲有相對地更加複雜嘅右手邊呢一隻啦，9時位置做咗 open heart 嘅設計啦，同埋都寫住係3 days 喎，都係3日鏈喎，仲有咧24小時顯示喺6時位置，咁我度起上嚟咧，應該啊都係咧差唔多嘅，同頭先嗰隻都係同一個系列，所以佢個面咧亦都係日本藍面啊。咁頭先咧都介紹過㗎，好有質感啦。咁配埋呢條嘅珠帶咧，亦都係非常之復古嘅，有雙按鈕啦、蝴蝶扣，咁啊打開啦，咁啊亦都做透底嘅，但係機芯咧當然就同頭應該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呢一個係 open heart 設計㗎嘛，就係6R5J 嘅，但係都係3日鏈嘅機芯嚟嘅，亦都俾個 reference number 大家睇下，亦都係有100米嘅防水性啦。好，到呢一隻啦，就係我最中意嘅呢一隻啊，亦都係 Presage 啦，但係呢一隻咧就係限量版嚟嘅，咁俾大家睇一睇先。開箱啊，好興奮啊！哇，係咪真係靚到暈啊？咁其實咧，佢好似茶色面嘅錶面啊，已經好吸引啦。條錶帶啊，亦都大有文章嘅，因為呢一隻限量版咧，其實同個錶帶都好有關係啊！咁啊，攞隻錶出嚟俾大家睇下先啦，係咪好迷人嘅錶面啊？同埋咧，嗰啲指針小時刻度啊，亦都係金色啦，襯埋呢個錶面啦，再襯埋啡色嘅錶帶，簡直一絕啊！亦都寫住咧係 Presage 嘅，同埋都係3日鏈嘅機芯。希望我冇記錯啦，但係好似我第一次介紹 Seiko 嘅手錶啊，尤其係 Presage 啦，係見到錢幣外圈嘅喎，即係咧之前介紹啊 Oris 嘅 Big Crown Pointed Date 嗰啲咧，就有呢個錢幣外圈好復古噶嘛，但係好似第一次咧喺Seiko 嘅 Presage 度見到，哇！真係令隻錶咧更加加分啦。咁我拉出錶冠一格啦，校緊3時位置嘅日曆槍嘅，咁褪出2格咧有停秒功能，咁就可以校到時間啦。咁頭先都講啦，3日鏈嘅機芯，所以亦都係用6R55嘅機芯，72小時動力儲備啦。當然有藍寶石水晶鏡嘅。咁頭先話咧，其實呢個限量版同條錶帶都好有關係。通常咧錶帶就係講下有條牛皮錶帶咁就算啦，但係呢次咧要講多少少，講多幾句啊。因為原來個錶帶咧係用咧日本好出名、歷史悠久嘅鞋廠啊 Regal Shoes 咧做鞋嘅時候少不免啊，梗係有啲皮碎係用唔到㗎啦，頭頭尾尾啊、角落嗰啲咧，咁原來啊而家就愛咗嚟做皮帶，所以呢條錶帶咧係比其他嘅錶帶咧更加紮實啊！你攞上手嘅時候就感覺到真係好似攞咗一對皮鞋咧嗰啲咁嘅皮革嚟㗎。咁個車線咧亦都用咗另一隻色啦，撞起上嚟非常之靚。個底其實都進黑咗啊！呢隻錶咧係 limited edition 限量版嚟嘅，
限量3000隻，咁以 Seiko 嚟講咧，都算係比較少有嘅限量版嚟嘅，亦都有100米嘅防水性能。望住呢個金色陀咧，再諗翻喺錶面啊，茶色啦，再加埋金色嘅小時刻度同埋指針咧，成隻錶非常之高級，亦都俾個 reference number 大家去睇一睇，逐隻戴上手啦。咁呢一隻咧就係日本藍3針日曆嘅版本啦。咁頭先都見到啊，仲有咧 Open Heart 設計嘅呢一個版本嚟嘅。咁呢兩隻咧就唔係話特別嘅限量版嚟嘅，限量版就係呢隻戴上個7寸嘅手環，係咪非常之靚同埋高級感十足嘅一隻手錶嚟啊？仲係限量版嚟喎，即係搞到咧我都心思思啊，唔係講笑啊！雖然我咧就唔係話特別認識日本嘅 Regal Shoes 呢個牌子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嘅聯成啊非常之靚，有興趣當然可以去到佐敦裕華國貨榮記錶行睇一睇啦。咁而家見到個定價，原來咧呢一隻限量版咧就7980港元定價嘅，咁我都覺得 OK 嘅。另外嗰兩隻咧3針版本咧就係7580定價啦，而 Open Heart 呢一隻咧就係最貴嘅，定價咧就係8980嘅。咁大家去到榮記錶行一定要同老闆同埋售貨員話睇過呢個 channel。大家都會識做嘅，真係非常之中意呢一隻限量版啊！最好就係買咗呢一隻限量版之後啦，戴住上手，跟住咧就去賣 Regal Shoes 嘅鋪頭。其中一個地方其實我都知啊，就係啊銅鑼灣 Sogo， 好似係6樓啊，希望冇記錯啦。其實咧都有賣呢個好出名嘅日本牌子皮鞋嘅。咁講開精工嘅手錶啊，真係不可不提咧。原來今年2025年啊，就係精工推出 Prospex 潛水錶60週年嘅紀念啊，所以當然有搞作啦。其中一個就係咧，聽日啊10月16號星期四啦，至到10月19號星期日咧，原來喺奧海城2期啊地下活動大堂咧，都有展覽㗎，有活動㗎，咁啊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睇下，我都會擺個截圖喺度啦。大家有興趣有時間真係不容錯過，仲要係完全免費㗎嘛。咁我都喺其中一個時段咧去奧海城2期啊睇一睇個展覽啦，參加活動啦，遲啲再去拍啲花絮同大家傾嘅。希望大家都支持精工呢一次嘅活動啦，同埋有興趣可以去榮記錶行睇下啲最新推出嘅手錶。希望大家都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啦，拜拜。